其實馬女士咧就唔需要太灰心啦，因為其實樓上咧，如果就咁聽翻咧，佢冇做一個合理時間做翻啲應有嘅措施咯。即係其實大廈公契都有講嘅，所有業主咧都有責任咧，去令到自己個單位咧唔可以滲水落其他個單位嗰度嘅。但係其實馬女士咧都跟足咗呢個政府嘅程序去做啦，亦都報咗食環署，又報咗呢個水務署。但係食環署咧就話揾唔到個滲水源頭，又 close 咗個 file 啦。而水務署咧又話已經處理好咯喎，咁係咪呢一刻已經冇嘢可以再做到咧？哦，其實唔係㗎，咁而家食環署佢係確認唔到滲水源頭啫嘛，同埋嗰個水務署咧亦都冇處理到究竟滲水源頭係咪嚟自樓上呢一個議題啊。咁只要馬女士咧有一個獨立第三方嘅專家報告咧，確認到樓上係源頭滲水嘅話咧，咁依然可以有好多方法可以處理㗎。嗱，如果咧確認到個滲水源頭啦係嚟自樓上單位嘅話咧，其實係咪可以向對方索償所有嘅損失㗎？哦，如果能夠舉證到個滲水源頭嚟自樓上咧，咁大部分相關嘅損失都可以向樓上索償嘅。咁一般嘅損失就係譬如維修費啦、臨時嘅維修費啦，或者因為漏水導致佢樓下個單位可能嗰啲電路啊、線路啊、燈啊、冷氣啊受損傷咧，嗰啲都可以索償咯。咁有時咧，因為可能好嚴重啊漏水個情況，咁咧令到可能樓下嗰間屋咧根本即係廁所用唔到啊，廚房啊、廳啊，全部都用唔到。咁個苦主咧，可能要另外搬出去住啊，去租另一個單位。咁呢啲咧有案例都可以話咧，因為漏水嘅情況，令到個苦主要租其他嘅單位，嗰個租金損失咧都係可以向樓上索償嘅。